皮，从到起来了没？看样子有复习吗？谈的，谈的行嘞，临时抱佛脚，谈的行嘞，谈的，哦，谈的，哈，谈的是现在啊，对，谈的是现在，搞好过年就忘记了，是，对。他说他身体是，就是一个的开发的，就是一个到这呗，正常吗？那个时间？哦，那是快了，说是，我这还有2分钟、1分钟，到呗，到呗，干嘛这多上是？干嘛这？啦，几步？哦。那所以我们讲新年快乐，也不一定要讲在谁的多少，可以讲。哦，罗萨周波也，罗萨周波，几步？周波，几步？我刚刚讲的是几步嘛？底记吗？我们帮是名字有底记吗？那个记是这个，几步？哦，快乐，或者是周波，沙巴达巴的，对啊，罗萨周波，罗萨周波，罗萨几步？那我们问人家说你快乐吗？就是几步读给，看上几步读给，啊，因为要问嘛，你要问我们是 Kiran 的话第二人称嘛 ，Kiran 几步读给，你快乐吗？对吧？Kiran 几步读，Kiran 几步人不能用是呗？你快乐吗？是？你快乐吗？你快乐吗？我们中文也是这么说嘛？你快乐吗？Kiran 几步读给？看几步预备？不会说预备，不会，没有人这么说，一定会读，看几步读给。会这样用吗？读给是我们是问句嘛，那你就回答是读啊，给不读，对不对？那后面那是卡萨给是问。好，那我们先就念诵文书礼赞开始吧。现在你们开始可以念了吗？好，一起念了
啊，那么当公布讲别样了，恰切了。看给罗主这面真的人大南大入社会，今年推广继续设置年纪多个来帮人，看到西边正热马里门通东眼起示威。着作滚拉普及大子沿拉出去阳电松，周达的切着牛毛尼龙来给加着追在紧，马瑞门些东岸牛个今年追在热气南，对呢。他今社区塔村原点绿洲改善土谷，就差就当就你建设大路门线将被养拉对。阿拉巴扎那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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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rabaza Nad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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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 Arabaza Nadi 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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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殿区给气热为是气。大陆地母明白入些呢，嘎当电锯雄鹿多把一，录制波边那瓦在头是。好，那我们就看先上个礼拜的内容。录制俺就等着俺们了，录制俺不着啊。上个礼拜我们教的是第5课，对不对？第5课，我们先可以从第5课开始复习吧。啊，录制俺不着，录制俺吧，录制俺吧。OK， 我们是问，主要是练习的是这个有吗？还是反正问这个有没有的部分。读给，预备，读，明读，约，他，没。OK， 你们念一下。嗯。约汤，没。每个词，总而言之是主要是我们要练习的是有没有的这个部分啊。好，接下来 ，OK， 疑问的部分，好，你们可以念吗？我要跟一起念还是你们念？读给，预备，预备，好，读，约，明读给，没背。有马日背，明度没有马日。OK， 所以我们要问的时候，首先是有没有的时候，读给，对不对？有吗？读给。然后谁？是来了吗？是 ，lip 读给 ，lip 读给。然后大家都来了。仓嘛 lip 读给，仓嘛 lip 读给，然后再加一个学生，那学生都来了吗？录住仓嘛 lip 读给，那如果录住改成其他的，如果说同学的话，录错仓嘛 lip 读给，
大人全部人都来了吗？人的话，哦，mi changma lep duge mi changma lep duge， 那全部的男生都来了吗？怎么说？普木这么女生，普长吗？lep duge， 普长吗？lep duge， 然后是女生的话，对，普木长吗？lep duge， 普木长吗？lep duge， 然后是小孩呢？出库长吗？lep duge， 是吧？出库长吗？lep duge， 啊。然后全部藏人都来了吗？怎么说？哦，陪吧长吗？lep duge， 陪吧长吗？lep duge， 啊。然后这边就回答的话，如果说都来了怎么讲？藏人都来了。对，陪吧长吗？lep do， 陪吧长吗？lep do， 你们可以用大声念，大声念的话，都念的话，那就会那个不会打结，舌头不会打结。OK， next， 简单来讲，有没有说 do， 是不是 do？ 啊，来了 lep do， 大家都来了，长吗 lep do， 学生都来了。录住长吗 lep do， OK， 墨水是藏文怎么说？啊？哪次就是病啊？哪次是？这边是，然后你们就用一拼一下。哦，萨那达那卡那差那差那差，墨水瓶呢？那砰那砰，萨那达那卡那那卡那，爬写不就砰嘛砰那砰那砰，墨水和笔。Nanyuk samata maya da nya shebju nyuka nyuk nanyuk OK， 那漠河呢？那公 OK。你有墨水吗？怎么说？那差预备，那差预备。那如果是红墨水呢？那差马步预备，那差马步预备。那你有红墨水吗？Kerala 那次马步预备，马步预备。可是刚刚说你快乐吗？是用Keran give 预备，Keran give， 因为你快不快乐是你自己的感受嘛。这里是问你有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不是跟你的感受没有关系？那你要从看给我预备，比较少问看给我预备，都是问看给我读给，所以这个都是跟你的那个感受有关系，而且是主要是对自己，你自己认定的，你自己能够
感受到的，你自己能够决定的，那你就，或者说你自己能够确定的，那你就可以讲读，有没有？有读，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是有没有时候呢？读，看啊，我们上个礼拜讲到了。有那个，这个教室里面有桌子吗？今天拿了桌子读给，读啊，是不是？我们上个礼拜教的那个部分啊。那这边为什么用语备不用主备呢？可以用主备吗？那这么不读对啊？这如果那这个地方是那这么不读是有点像第二人称嘛？那这么不读给是语备是。读给的时候也会用的，有的时候是第三人称，也可以说第三吗？就是说，不这边说那这么不语备是说是对第一个人称对第二个人称讲你有没有的时候语备，对不对？你有没有墨水？你有什么什么？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语备，但是不是问你，我在问对方。或者是说，在这个教室里面，或者是说在你眼前，所以不是拥有你的东西的时候，我可以问这边有什么什么的时候，就可以用读给，所以藏文里面的读语，这个是确实很难区分的一个外国人很难区分的一个语句。OK， 那好，第三藏语怎么说呢？perge 是吧？汉语呢？ge 英语？ge 好，你会吗？藏文怎么说？西个语呗，西个语呗，好，那你什么会，那就再清楚一点嘛，对不对？你会汉语吗？怎么说？假个西个语呗，假个新个语呗。确实在字面上面讲，下种我写啥写嘛，都。没错嘛，写个语呗，你要按照字面的发音来讲，你要刻意讲，假个写个语呗，对不对？那通常我们口语里面不把那个写会写，假个新个语呗，新个语有点像下一个新新的那个音，假个新个语呗，不会直接刻意念成那个假个写个语呗，对不对？下种我写啥写嘛假个新个语呗，新个语呗这个后面那个后面那个中间那个 g 中间那个 g 不是我们从前面讲过有属格嘛，对不对？有5个属格，对不对？那这边的中间那个 g 不是按照属格，也是用我现在这边是写的时候用属格，中间那个后加字是sa，后加字sa后面我们要让盖的加9个 g。你们记得吗？上次我立过这个，但是呢，这边的盖的加9个 g 完全不是用属格的方式，而且是发音那个，你可以写新 key 语呗，加个新 key 语呗，卡一个 key， 有没有卡一个 key？ 这个新 key 语呗，这个写这个字。你发出来的音，如果是卡9 k 的话，你也可以写加个新 k 语呗，你可以写这个，没有必要写盖的加9 k， 因为盖的加9 k 是按照文法的顺序写的，但是这边的盖的加9 k 不是文法的用法，只是在口语当中的一个语句，理解吗？所以藏文里面也有很多有字是写它的书面的发音跟
口语的发音是不同，很多有的区别。这边我们假个新个语呗，新有点像新的音发音，新不是谢，但是你们这个要记住，但写的时候不要写新，一定要写谢。我现在跟你们所讲的是，就是你们别人跟别人讲话的时候，我们写语言是也是很多是这样嘛。你在写一个一个字写，但是然后你到了一个当地的那个讲那个当地的语言的时候，你都听不懂他讲什么。这是因为是他讲的口语跟一般我们标准的学的法不一样，所以标准跟标准讲的时候又有一些这个技巧你要了解，对不对？这个每个语言都有吧？应该每一个语言都有。那如果只出现假盖蟹是这样念吗？如果没有后面那几个，假盖蟹，就是蟹，对就不会念细。对，假盖蟹，假盖新个语假盖蟹，假盖蟹，这也有看不同的区域，因为西藏有康区、那个卫藏，然后是有那个安都3个发音，所以3组发音也有不同。所以现在你们的发音我是用拉萨的口语来去说这个区分，好，这边讲假个新个语呗，对不对？假个新个语呗，那如果说后面加一句，你会英语吗？是怎么说？哦，可能应该新个语呗，对，可能应该新个语呗，应该新个语呗。那如果你要回答说我会英语，我会讲英语，怎么说？哦，我会英语怎么说？哦，对，反正这些你要讲新个语，对不对？我会，然后再多一点，念新个语，再加一个念新个语，然后再加一个念应该新个语，应该新个语。短句的话，你就直接讲新个语就可以了，知道吗？对，新个语，然后你就是我会念新个语。这个是不是问句吧？我会藏语吗 ？Can I speak？ 对呀，英这文学校个最后一个。对，这个中文跟藏文是写错了。我会藏语，那个妈不要了，对。你也别个新个我会藏语，那个妈不确实没错，你们藏文进步很快，突飞猛进。对，英文跟藏文，英文是按照中文写，这个翻译。对，这个写的时候没有集中在这里，分散。对，这个是一定是要改的，这个没有发觉到，对，没错。好，别个新个语了，然后你也别个新个语，我会藏语。好，你们念一下第1到第3。新个语，别个新个语，别个新个语。前面的那个是问句嘛？那现在这边是回复，对不对？回答啊，你也比如那我会汉语呢？啊？你加个新个语，你加个新个语。然后我会英语呢？应该新个语。OK， 好。好，我会一点怎么说？好，这些都是一样嘛，对不对？你们多藏新个语，千藏新个语，全部新个语，袋子新个语，袋子新个语。
啊，带子性个有，全部性个有，全藏性个有，道藏性个有。OK。好，这里是啊，看培育中国读个，看培育中国读个。哦，看，哦不是，对不起，空气教育中国读个，空气教育中国读个。教育中国读个啊，控制英语中国读个，控制英语中国读个。好，这三个是都在也是问他们在学什么啊？这里都加了一个学字嘛，中，对不对？中。萨巴达巴呀的加那的中啊中，那加那的中啊，但是你问的是口语里面，你就不用刻意念中，念是讲。快培育整个读个，也是可以用不那个纳入，可以去掉那个音不用念。啊，讲也是学的意思，所以快培育整个读个。快培育整个读个。就是你听到的时候会听到讲，应该发音是 John 是比较少发 John， 整个读个，啊，快培育整个读个，快教育整个读个，控制英语整个读个，啊。所以这里是一样，回复的时候是读嘛，读，啊，中期读，中期，这三个都在回复的，所以一样，你要中期也是说在学，中期读也是读，那读的话没有前面说，反正是有什么没有讲清楚，但是。问问题的时候就知道你问了什么，你就说有跟没有的时候，没有必要再叙述嘛。但是后面的在学什么，你就再继续加了一个这个在学什么。所以好，你们这三个念一下，都哦。中期，因为念的你要讲的时候呢，就是那个后面那个啥是不是做格，不是文法的那个，就是一个直接口语里面说中期，有个 key， 没有那个啥的话，中期，然后没有啥就有个比较一个拉长一点，中期，是后加字。是后加字没错，但是我是说 key 是有一个是做格的用法有加后加上那个啥的，因为那文法上的用法嘛，现在完全不是文法。好。因为前面的中间因为它是在中间，后面有个读。所以就中期读，那个读的发音比较大嘛，中期读，所以后面那个是没有那个读，所以直接一个简略的中期就口语里面去回复的时候就直接会用这个中期，中期，对，这三个回答都会你们会听到，所以这是你要反正是。意思是一样，万一你不了解的话，中期读你只学中期读，那人家说中期的时候，你就有他在讲什么，对不对？
好。结义种嘅度，律者种嘅度，日木种嘅度，南区种嘅度，结义，律者，日木，南区种嘅度，日木种嘅度。现在我们那个拿入就没有念了啊，律者种嘅度，结义种嘅度，通常刻意不会讲那个中或者讲嘅度嘅，不会刻意说中嘅度嘅，好，你们这个造句你们一起念一下。OK。哦，班长来了，六种奥运，哦，那这个时候你们也会用按哪的哦，对不对？你们发音听出来的是六种，没有写乌韵嘛？这里是下去乌韵，六种乌韵。刻意要念的话，六种乌韵。其实这个也是中文的那个发音嘛，尾元的那个音译的发音，乌韵。那六种乌韵。六种乌韵。简大，叶子乌韵。OK， 机械简大，即是总的意思嘛，所以那个 chips 是片，它是片语，它是这个 chips 就是它那个，因为总班长他是怎么说他可以，他的范围大嘛，所以这边用了 cap， 片。那他这个班长是指什么样的一个团体啊？比如说是什么教育的啊、学校的啊，还是某个团体？这个职称有点是职业吗？还是就是学校才会用到？这个大部分是班长是看嘛，你班长是通常学校里面大部分用到班长里面，那其余的你们也会当兵也会用到吗？那大部分是我们职业给他是通常是在学校里面用这个，因为各班有班长嘛，那这上面有总的班长，他在管全部班的，可以管理全部班，每一个班都可以，所以那个称之为职业给他。职业对，G 就是总，那个 cap 就是它可以片，它不是单一的，它是可以1年级、3年级、4年级都可以管理的，所以 G cap 片嘛，它片于1年级到5年级的，或者是初1到初3，或者是如果高1到高3的，学校看学校嘛。如果是学校大的话，那初1到高3为止有一个班长，那个总的班长会讲直接给他。你们不是有总经理吗？对啊，可是学校里面不会有。学校里面没有这个吗？对啊，除非是学生会会长。但你们都可以说是学生会的会长。改过来的话是学生会的会长。
可以吗？직접된다，직접된다。可不且那佛学班的会长的话，佛学会的会长可以用这个词吗？居家检查。会长吗？佛学会的会长。缺做给操作，一个应该是缺做给操作，缺做给操作，这个不会应该不会长直接给的。我们佛学班的总班长。那是直接给的，可以总班长，佛学班的总班长，这个是，对。学会的会长啊。学会的会长，我们通常会说缺做给操作，缺做给缺做。缺做是佛学那个中心嘛，缺做给缺做给操作。都两个错啊，只有两个错。错一个嘛，第二个错。这是缺做嘛，缺做给操作。发音差不多一样吗？这个是你说是中心佛协会的总会长，中心会长，会长，不是总会长。有时候操作时也会，你们那个开会的时候，那个主席也会讲操作。OK， 我们这边再念一次啊。롭중오윤 깬다 예전오윤 직접 깬다 직접 깬다 깬다 OK。 직접 캡 직하에的 캡吧 캡 직캡 那个你们说经理吗？经理、总经理，藏文那个经理直接用了经理，说直接经理，直接经理。藏人以前是不会有这些什么经理啊，对。这些语言都是后面才这些后来的嘛。那你们就看到那些藏文的那些电影翻成藏文的里面，一些他们就会翻出来直接经理，直接用这个中文的那个名字经理，所以直接经理总经理。好，这个谁是确实简大数的啊，确实简大数的。确实简大数的确实简大数的对，我们其实是从这边从小小的开始，从比较短句数的简大数的确实简大数的，所以刻意念的时候re嘛，对不对？简大数re，但是直接我们念的 rata re 或者 rasa re 这两个音是一样我觉得是那个 re。那我们念的问的时候呢
这个哪都就会漏掉，就会苏雷啊，米的苏雷，米知道吗？对不对？米人嘛，米提那个人是谁？米提苏雷，不会刻意苏雷，米提苏雷，就雷，拉他雷。发音就拉萨热，但是你写的时候，你这样写的话错了，一定要热才对。米苏热一个是热，热正不热它热，热正不热它热，对不对？热没有正不的热它热热。热，一个是热，没有区吗？一个比较长了。啊？一个比较长音，一个比较短。拉塔雷，拉塔雷，对不对？不是这个。拉。拉，对呀，拉整波雷。不是拉。没有。拉。拉。可以。对。比较卷舌了。声音有这两个有区别啊，没有整部的话，拉他热热热，那有整部的话，拉整部热他热热热热，简单说嘞。简单数嘞，看出简单数先念那个啊，因为有整部嘛。看出简单数嘞，看出简单数嘞。那个 Z 怎么翻译？怎么拼音呢？哪个？看出，差哪的错？有意。吹，有点像你们中文的吹，开车，简单，苏嘞，开车简单苏嘞。我问你们了，开车简单苏嘞。平易数嘞，平易数嘞，眼睛简单，眼睛简单，眼睛简单，我们的嘛，对不对？眼睛简单，平易热，对啊，眼睛简单，平易热，开车直接简单数嘞，开车直接简单数嘞，我刚刚讲直接，眼睛直接给他名分嘞，就这个那里头的。OK， 这里确实，可是你这边是简大嘛？可是课本上的班长他是写 Ben John。他是用中文的那个发音啊，班长。这个字啊，到底这两个都是班长的。这个是道地藏人用的班长，把它直接用简大。那这边是发音译，没有翻，就是班长，班长是不是？班长，对，而且又发音不准嘛，那个中文的音，对，所以你们那个班长你们不用学了，你们已经知道了，对，你们学简大，对啊，就。就是仁波切教的是标准，但这个不准，课本不准。不是，那个是只是它的音译，它没有意义，没有翻，我们直接把那个我们藏人会音编出来的。对，因为也许在西藏已经这样已经习惯了，叫班长叫班长。你要委员也是啊，中文嘛，委员呢？对啊，委员藏文叫委员啊，
对，就有很多音是这样，就是不是日本的英文的跟日本他们的腔调不是吗？很多，哦，那藏文是中文是发音又音译的话又发音不等。OK，OK， 好念，可以你们念了。哦，这是俺族真正简单人，这是俺族真正简单人，啊，这是俺族真正简单人。那你们把这些换成你们的班长的名字，平一俺族真正简单人是我们班的班长嘛，对不对？紧贴这个吗？你是这个吗？这个跟车的车是发音规则一样，因为卡拉的茶，对不对？卡拉的茶，茶我说茶，这个我说有跟没有发音是一样，不变嘛，茶卡拉的茶我说茶，一个一，车，车，年，就是应该后面加的发音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有点像年，俺对不对？车，这后面加那个阿基古伊，那个是有规则的吗？对，它是属格。它是有几个字才能？有没有说是哪几个字才加这个？这个吗？哪几个后加字嘛？它因为属格我们讲有属格有5个嘛，对不对？5个里面这个是因为没有后加字，那个茶后面没有后加字嘛？没有后加字对不对？所以没有后加字就是可以属格里面加这个。没有点才可以加这个，有点的话就是押九一，另外有一个押九一嘛，这个字押九一，没有点的话那落差一，因为有点的话那就落差一，没有加点，中间没有。因为这个是你们文法的部分，刚刚我们是查对不对？这里因为没有加点，所以用了这个阿九一，没有加点，所以用落切。如果我们要加点，加一个点的话，那不能用阿九，你就用押九一，落。它一，意思不会变，只是一个的音嘛，啊。阿古古伊，它是不是代表一个的什么的？对啊，的，是，它是的。它是属于属格。对。타다카바 침벌에 타다카바 침벌에 他现在去哪啊？타다카바 침벌에 침벌에 타다카바 침벌에 타다카바 침벌에
如果是你直接第二人称的问的话，你去哪里了？你现在现在去哪里了？那你就那个不要用래。第二人的，다들 가봐친 봐。哦，걔랑你家如可以啊。걔랑 가봐친 봐。걔랑是你嘛，对不对？걔랑 다들 가봐친 봐。걔랑 다들 가봐친 봐。你现在去哪里了？所以呢，不用加那个래。걔랑 다들 가봐친 봐。第二人称嘛，面对第二人称，걔랑 다들 가봐친 봐。那现在这里是用第三个人称来问，所以用래。空다들 가봐친 봐 래。你第三人称的话，你要用래。空다들 가봐친 봐，没有래的话，那就是句子错误。像空다들 가봐친 봐 래，一定要用那个래。这个可以区分吗？啊？没关系，慢慢来。这个对，啊。对，你说라사 래嘛，啊。课本是用了라사 래嘛，因为这两个发音是一样，라타 래、라사 래、라타 래，这也是라타 래嘛，라사 래，那不要加简播，直接用这个比较容易。你要用这个라사 래的话是，好就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发音嘛。那其实直接来讲的话，这个简播去掉的话，它就是래啊。写的时候你只能写这个，这两个不能写，这两个不能写，这两个写的话错，这两个是错。所以课本写라사 래。啊，课文是用口语的方式念啊。他说这样也可以，然后就是有这样的声音发音，大部分是你没听出来的那个发音呢，就是라사 래，空가봐친 봐 래，不会刻意说래，空가봐친 봐 래，不会说래，空가봐친 봐 래，라사 래。说只是漏了那个整部，写的时候要加整部的。一定要对。你写的时候不加的话，你错字。那你为什么要写这两个？我是说，既然它是错啊，我没有写啊，我没有写啊，我说发音的时候，你就会发出这两个的音。我没有照你们这样去写。写的时候一定要加整部。对，写的时候一定要加。谢谢。OK， 好，那个 next。겐这戏啦用个日本겐这戏啦用个日本那个这戏是也可以这样写啊，缩写的。你们有上次我讲过吗？这戏下就那个下省略了，通常是我们这戏嘛，对，这。对，通常下就会戏上戏有这个嘛，对不对？扎戏，现在呢就这个下就没有写嘛。通常是你标准的和扎戏是这样写，对不对？那现在把底部呢写在这里上面，然后这个下没有写，直接写萨。扎西，你们也会看到这个字，겐这些啦用个日本，
见德西拉永贵日呗，或者说见德西拉永色日呗，永色日呗，永色日呗，这个是口语，口语有没有永色日呗？这个那没有讲名字的时候叫空永贵日呗，对不对？空永贵日呗，他会来吗？啊，空永贵日呗，空永贵日呗。啊，如果讲的他的名字呢，那就老师是什么？见德西拉永贵日呗。通常见一方面是讲老师，一方面说你用一个礼貌的一个尊称来就先上。这个你就用见啊，简拉是老师，扎西是名字。对。那可以讲简拉扎西吗？还是扎西？简拉这些，简拉这些，简拉这些用过，这个就藏文就不行。见这些啦，见密码啦，见巴桑啦。你不可以讲扎西简拉，不可以。这些见啦，很少会这么说，这些见啦啊。可以不要加给吗？扎西拉。可以啊，可以啊，这些啦，这些啦。也是扎西老师的意思。没，只是讲扎西，只是讲那个人。啊。见这些啦就是这些老师，对。然后有的时候加见的话，你不一定是老师了，一个礼貌上，尊称，不一定那个是老师，你比方说你在路上你不认识的有一个男生，那你问的是见啦，你就有很尊敬的问，见啦跟的学友。你就直接问，不一定是你们不要一定说心里面讲了的话一定是老师，然后那个不是老师。你要不想不是，你们在路上看到你要藏人的话，你直接可以用讲了。那他那个是假如说他是医生呢，就是他第一个字是代表是老师嘛，有点像是他的一个职位。如果他是医生呢，也是要放在最前面，然后比如说医生扎西拉这样。对，医生这些，对，可以。对，他的职位放在前面。MG 扎西拉，对 MG 嘛 ，MG member 扎西拉，你也可以说 member 扎西拉，都在会去前面，然后现在拉玛也会放前面拉玛扎西拉。拉玛扎西拉，可以。member 扎西拉嘛，拉玛扎西拉，那都有些扎西拉玛也会这么说，扎西拉玛。可以，扎西拉，这个是比较顺嘛，也就是没有什么顺跟不顺的扎西拉玛，你们通常好像中文都会扎西拉玛。那我们藏文也可以拉玛扎西拉，不是我们看到一般师傅要喊拉，也是喊喇嘛，是喊拉玛吗？这是华人对藏人的不了解，所以都在讲喇嘛是上师嘛。我们通常是藏人里面的出家众，看到一个出家众不会讲喇嘛，不会，古秀或者是查巴，喇嘛就是上师。那这是华人区里面，就因为也许也没有早期没有人解释，所以一看到就是喇嘛嘛，就是看到我们穿这种的，多数叫喇嘛，没有区分喇嘛所以实际上了解，你们现在有在学藏文嘛？所以知道这个的话，反正知道的人也会继续会叫这样嘛。所以你们知道的应该要改，不是全部的喇嘛，喇嘛是上师，藏文里面的。我们遇到达瓦师傅要喊他达瓦拉还是达瓦叉嘛？达瓦拉你要用拉就可以了，达瓦拉不是喇嘛，他不是喇嘛就是拉就是尊称的。拉就是尊称的意思加一个拉这样子。对。
坡前啦，是不是啦？啊？加一个啦。对所有人都要什么拉萨的禁语，因为加一个拉，没有几岁人，小孩也会叫拉，自己的小孩从小教，哦，都会加，会啊，互相尊敬呢、对啊，你要就尊敬你除了你自己以外，你自己不能称自己加拉啊，对，其他你称别人说你都可以加拉，对，这是一个，对，这是早期的看家人看家庭背景，如果是这个家庭很注重这个礼貌的话，他那个家里面的每一个小孩大小都有家会拉叫的时候，但像我们家的话不会没有家，不能，所以你看这里是所以所以不了解的人呢，就是早期学藏文的，所以加了一个拉氏尊敬，所以他就以为是全部都有加，谁连动物都有加，没有加这个，这个一个对，有很多笑话，这个我忘记了，外国人学藏语，然后全部都加拉。OK， 我们先啊。如果在拉萨遇到年轻的小姐，问她叫她给哪，她会不会被打？啊，婆木拉，你要年轻小姐啊，婆木拉。这就不能叫给哪了嘛？她就觉得你好像在叫我。对对，如果你年轻的，你就叫他给拉的话，如果是男生的话，通常是男生会叫给拉。那老师的话，确实是不分男女，都可以讲给拉。老师的话。那他不是老师，你要纯粹是用那个尊称的来问的话，大部分都会对于男生才称点啦，婆木拉，对，小姐，对。那如果是比你大一点的话，你可以叫阿加拉啊。好，那我们先休息。
OK，我们下周我们全部复习一次嘛。我们就如果你们觉得太多的话，我们下周不用教新的，我们就下周从头开始复习一段这个学期的内容，啊、你下周应该把第6课，可是你今天应该会上到第6课。所以反正是藏文的是跟中文不一样，再怎么多也是字都是差不多一样嘛，对不对？更难记。对。长太像了。对啊。拼法吗？对啊，要印记好多对呀，对。有时候到底是加又有前加又有加上加又下加，还是要加后加好多。哦。这个对，这个你们慢慢来，不要急。不容易。是吗？OK， 那我们就这边，空用个日本啊，空用个日本，用跟日本，往跟日本，这3个都是在讲他会来吗？一个是空用个日本，他会来吗？对不对？空用个日本，那有个说永看日本，永看日本是来的，直接直译的话是来的人吗？但是永看日本，这意思他会来吗？往看日本，往也是来的意思，往永往看日本，往看日本。永看日本，空永看日本，空永看日本，所以这个是正规的嘛，对不对？空永看日本，你们都应该也听到空永看日本啊。这后面的这个，特别是往看日本，这个是比较少听到吗？往看啊。好，没关系啊，那我们就。反正他3个就是说他会来，3个都。对，对，对。领导会用第1个还是第2个？然后呢，永看日本这个，那永看日本，空永看日本，它是，你们就学先第1个吧。永看日本，空永看日本，永看马日本，他会来吗？他不来。对，因为 Ken 它是一个有点一个人的折的那种的，坐着那个折，所以做那个的人，这边是他来的那个人，所以加了一个 Ken， 那个用是动词嘛。那这边的 can 是动词加了那个做那个事情的人，所以用 can， 往 can 就是讲一个人，或者说做吃 can， 撒 can， 走的人是走 can， 写的人就吃 can， 这个你记对，那拉萨口语里面都会念，多念，永念，对，永念，5年，7年，多年，3年，拉萨口语里面都那个 can 的字呢，发音就会念，但是不要写字的时候。完全不能写念呐，一定要写这个字才对，对。但是你们听到的时候，拉萨人讲的话不会念 can， 他会念，左念，右念
散音，对，但应该是拉萨。念烟写的时候要写 can 是不是？对。哦，这样子哦。念的时候念烟哦。你们这个记住就可以理解一下，学的时候要学这个 can，标准的。所以在念书的时候还是会念成 can，对对对，不会念成OK，用色这边，左色这边，切色这边，这也是，这个sa都有加一个sa口语，这个书面不会这么说，这种的问法都是口语里面，所以我们一般讲用这边，读这边。七个这边都会讲叽嘛，那拉萨口语，拉萨人就会讲的时候叫啥？用色这边，左色这边，切色这边。那这边讲的用色这边是说会来吗？对不对？直接把那个用是翻译成来。那有时候行吗？没有，你行吗？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也用色这边，会你行吗？看勇士这边，不行就算了。你们行吗？你这行吗？不是中文有这样吗？做某件事情。对，反正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要问他可不可以，能不能，你勇士这边你可以吗？这个时候会用到这个勇士这边。勇过的，勇过的，对，或者说勇士的，你直接可以直接用这个回答，不要那个背，勇士的，勇他勇也可以，勇他勇是当然可以啊，但是你们现在记太多也是有时记不起。现在这里的话，勇士的你只记着会来，对。可以念了吗？勇士这边，左色这边，切色这边，好，OK，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你看我们教，但是我们还是每个礼拜都会花1个小时都在复习啊。可是念很快，一下子就过去。是吗？对呀。我们第6课。第6课里面的它主要我们要教的是这个那个的，是不是？这是这个嘛 ？pagi 就是那个，就这2个我们好像前面已经学过，我记得有没有学过，对不对？的 pagi， 那如果卡的就是什么？有个卡的是什么？扛跟卡的是一样意思，的卡的人，或者的扛人，对不对？所以这里要那个刚刚同学讲的那个人，它的发音嘛，人，那你回复的时候什么的贴人、的牛人、的骨架人是这么回答嘛，对不对？pagi 卡的那个是什么？或者说 pagi 扛着，是吧？扛跟卡的是问句嘛？什么？好，这里是差不多。我们刚刚讲到了那个的卡的人、的卡的人，或者是的扛人，对不对？的卡的人，
迪康热，啊，帕吉卡热，帕吉康热，帕吉贴热，帕吉牛热，哦，像类似这样的回复 ，OK。好，这里几个名词啊，你们可以念吗？头巴掌过背，莫扎那的嘴的嘴，康啊康，边嘴康，边嘴康，萨玛达玛那面，康啊康，面康。面康，那边的边字边指的是书嘛？边恰，我们讲边恰、边贴，这些讲书，对不对？我们通常是经书都会讲边恰嘛，边恰。那这个纸本身是有那个库仓库的意思嘛，所以放很多书的地方，那就说纸。反正是放很多书也好，或者是任何一个东西，放的很多地，就是储藏的时候都会讲这嘛，那个房子就会康，所以边这康是这样来的，边这康，萨玛达玛那面，萨玛达玛那面。面单一讲的话就是药，对不对？药。那如果加一个巴的话，面巴就是医生，加一个巴的话，那现在是康医院，面康，萨嘎达嘎达的扎，康扎康，哦。这就是头发嘛，头发，所以理发店我们就会讲扎康，这个好像我们前面有这个名字学过，对不对？它是不是秋？康啊康，秋康，扎康，面康，边字康，哦。你说背恰，我说是背恰，背恰或者是背贴，对。贴也是本，那背恰一般我们会经书都会称为背恰啊。所以这个区别在哪里？对，跟 tab 的话，通常我们任何一个都会讲 tab， 任何一个本子，任何一个都会讲 tab， 对。如果是讲到经书的话，就是这样讲。背tab，背恰，啊，或者你有个课本也可以讲背 tab 了，背 tab 课本背 tab， 但是通常比较少讲背 tab， 就是讲会 lob tab。我们这个经书不是有比较长的吗？这边都会讲背恰，对。然后单一背的话，背就是譬如那个有背嘛，背恰想呢，背恰想呢，比如说那个背。OK， 迪卡热，迪康热，迪边嘴康热，迪面康热，迪扎康热，哦，迪边嘴康热，迪面康热。迪扎康热，迪罗康热，迪健康热，
啊，你萨康瑞啊，这些名字考上我们都有学过。这里面的扎康、面康也我们前面有了，这个是不是新的词啊？在我们课本里面，就前面就已经有面康、扎康，好像我们那个讲康康的时候，是不是有用过？对，药局也是面康，也是面康啊。药局吗？面治康，面治康要去发药的那个药局嘛，对不对？面治康，那是面治康。面治康，要给药的嘛，它是发药的，那个治就是给的意思，所以面治康。那护士 ，manship， 好了 ，ship ma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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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奶药不一定是，没事，奶药的话是你看护也可以讲奶药，然后那个护士跟看护不一样嘛，第二个是太逃了，对不对？抱歉，对 ，manship， 我可以问你一句，你边最康日呗？你边最康日呗？马瑞啊，你啥康日呗？啥康马瑞？你缺康日？你缺康日？你面康日呗？same 嘅面康，same 嘅面康，新的医院嘛，心理的医院 ，same 嘅面康的，哦哟，你扎康是呗？扎康嘛是吧？台北了扎康有是呗？台北了扎康有是呗？我问了，知道吗？我问了什么？对，台北了扎康有日呗，台北了边州康有日呗，有了，有的，好，next， 有名词啊，刚字。라카다 강아 강 라자다 짜는 거 째다 째 바나로 뽀 라나로 로 강제菠萝那我们首先写菠萝就是球菠萝是球，那个 Z 就是 Y， 一般都玩球这就是玩，那个刚就是脚嘛，用脚所玩的玩具就叫足球。藏文是用脚玩的球，把那个全部的翻译的话，用脚去玩的球。那个叫足球。刚字菠萝。OK， 这个可以理解吗？
啊，一个单一一个字你们理解了，不只是学到了足球，也学到了好几个嘛，对不对？用手玩的，那你就把逻辑用手玩的，拉扎达扎的我这打这，巴拿的波，拉拿的罗，拉这波罗。拉这波罗，刚这波罗，拉这波罗 ，OK， 拉扎达扎的我这打这，烫啊烫，这汤，那个汤指的是比较很广阔的地方，就是很大的一个场地，那个叫汤。对啊，可以，这个汤指的是场，或者是你们常不一定是汤，比方说榨汤、草原，就是一个辽阔嘛。这个汤是指的是直接藏文里面的那个汤是比较辽阔的地方，叫做汤。那用这个字来配合，反正是场地也是比较辽阔嘛。所以就我们在球场的时候，这汤，那但这里其实，对水长的这个很聪明啊，你也唱，哈哈。球场的话应该是可以讲波罗这汤，波罗这汤，那这里直接讲了这汤的话，有各种你自己玩什么，不只是球，还有其他嘛，对不对？所以。这汤的话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那这么就翻译球场，那球场应该藏文的话，波罗这汤，这个比较合理啊，波罗这汤，啊，这个波罗吗？这个波罗呢，我现在也跟你说。这个波罗不是英文来的，这个波罗从藏文到英文来的。这你又不相信啊？你们去查。我看到一个学者，他就查到了这个波罗早期就是很早以前就藏文有这个词。然后英文的部分就变成这个波罗，跟发音很像。我把那个资料可以查到的话，这个我也很惊讶啊！怎么原来波罗是从藏文到？好，你们不相信，你们可以去查一下。Google 我不晓得，我一个学者他就发了这样一个文。原来是早期的所谓的这个波罗是从藏文那个发音是藏文过来的，中文是因为不是那个球是英文是波罗嘛，对不对？好，看一下往后你们有机会的话，看一下那个到底波罗是。你是说那个球场直接讲这个后面这汤也可以，然后加了这个波罗这汤是更正确的球场。对。更圆满的意思。对，没错。因为这汤的话，也不一只球，还有很多外场地，对不对？就是像游泳场比赛的也可以这汤啊。应该奥运会比赛的时候，不是有很多场地吗？那些场地都会讲这汤啊。所以他不只讲球场的意思。对。所以要讲正确一点，就加了波罗。对，正确加了波罗这汤。谢谢人不起。足球那个英文写A 嘛，对不对？对。对。对 ，O 比较像，对，那个也要改啊，那个，对，
往后发的时候就要改这个部分，跟同学。好，那个是直接，直接还没有，玩具还没有讲。然后到这种我知道这，这种我知道这，沙巴达巴的加的这，直接，直接，直接，这个借呢，就是其实用的意思。所以你要玩具那个具嘛，那站为另外一个字之切也会写这样一个之切，恰撒切，恰撒切，之切有2种写法，那个恰撒切之切，就是玩具。好，排球呢？排球也是手玩的。排球哦，对，但是我们篮球都会拿字波罗，足球的话钢字波罗，那排球应该是要有，它应该翻成专有的名词，我是不是很清楚排球藏文是怎么翻？比较受欢迎的这2个，在西藏的话，早期也是那个足球是很受欢迎的，以及早期1959年之前就有西藏足球队。现在也有。啊？现在也有。现在有嘛？对啊。就是没有政变之前就已经有了这个这么偏僻，怎么说这个跟全世界已经很隔离的，但是还是有足球队啊。没有，他们足球员或是篮球员，他那个人那个员，足球员要怎么写？踢足球的人啊，足球员。钢字波罗啊，老字波罗啊，加一个我。那对，就是那个人。加坑的话可以啊，钢字波罗这坑钢字波罗，这个你如果加一个坑的话，然后又加一个这坑，玩的人，钢字波罗这坑，老字波罗这坑，不如你加一个我，钢字波罗我，老字波罗我。就比较简单了。能够再问一下，对不起，这是什么？玩具啊。玩具。我说用这样词，这个借。这样也可以。这2种写法的。2种写法，对。OK， 我们念一次：钢字波罗，老字波罗，这汤，这借。OK。파기 가르래, 파기 가르래, 파기 깡즈 볼로래, 파기 깡즈 볼로래。那这个钢字波罗是谁的，对不对 ？Paki, lopte, lakze, bolore。这个我们就，如果是钢字波的话 ，Paki, lopte。钢字波罗嘞 ，Paki lopte 钢字波罗嘞，直接把这个带过来的话，对不对？那我这里改了两字波罗 ，Paki lopte 两字波罗嘞。Paki lopte 两字波罗嘞。好，那这个学校是谁的学校？是我们的学校的话 ，Paki。眼珠、六隻、六隻菠蘿嘞，拍見眼珠六隻、眼珠六隻、六隻菠蘿嘞，六隻菠蘿嘞。OK， 好，我就从这边问啊，你们就直接看，拍見卡了嘞。
아, 파기 강지 볼로레. 파기 강지 볼로的 수레. 강지 볼로 수레. 수레的话，我们前面有个学到树嘛，水嘛，我只加了一个水而已吧的。파기 강지 볼로 수레. 파기 롭제 라제 볼로레. 好，我再问一句啊。파기 롭다 수 라제 볼로레. 롭제 라제 볼로레. 파기 안츠 롭제 라제 볼로레. 三个问题嘛，一个是那是什么？我们就是讲那是足球。那我说那个足球是谁的？你们就回答了说那个是我们学校的足球。比方说足球，那不是那个足球是谁的话，那就是学校的足球。那哪个学校？哪个学校的？那是我们学校的。所以三个问题，只是加一个数的话，就是谁嘛。那你们要就是数加在哪边？刚刚这边的파기 파기 강지 볼로르。那我问的时候，파기 수这边对不对？수 강지 볼로르这边加수对不对？谁的？那你们就回答了롭제 강지 볼로르。那我就又问哪个学校的？파기 롭다 수这边有加롭다 수 라지 볼로르。那就回答是파기 안츠 롭제 라지 볼로르。这样可以理解吗？因为水你们学过嘛，我们刚刚前面讲过水数，所以这边加一个水的话，那就是水对，水的，所以叫数后面还要加个的，数后面加一个所以跟前面讲的一样，如果加一个点的话，那你就可以所以因为中间有点嘛，所以就用所以。中间不加点的话，所以它两个都可以用，是不是？完全一样，这两个是一样。这有什么差别？有时候你们藏文里面写寄送有7句、8句或者10句嘛，对不对？那你要凑字的时候，这样一个字嘛。你要这个字不够，你要把那个虽变成虽，就2个字啊。音节就变2个，就算2。念的时候一样，念的不一样，意思一样，都是的。谁的？意思是一样的。就念的时候音有一点不一样。对，虽的，因为字不一样啊。OK。好，这里是刚刚学过的部分了。第这档里边，第这档里边，第波律这档里边，第波律这档里边，第拉字波律这档里边，第拉字波律这档里边。第安区，拉字，波律，这档里边。你看我跟一样嘛，前面的就把那个句子拉长一点，就先你们会学到，这是球场嘛，对不对？你这档里边，那你把这个句子拉长一点的话，这是
嗯，这里是足球。没有讲足球。第波律子当这边，这里是啊，对啊，这是球场吗？那第子当这边，这边这是场地。这是场地吗？对，翻译的部分是这样问的，这是场地吗？这个吗？第一个 CO 哦。是外套的意思。哦。COURT。哦。像下面那个 court。加这个。这个对吧？是吧？对不对？那个错了，对不对？这个才场地嘛 ，court。对。OK， 这个也要改啊，这个我们要记。OK， 所以这里的字当里面，我们中文是这是场地吗？我们就翻译比较好，这是场地吗？对不对？这是场地吗？这是场地吗？然后你波律字当里边，你波律字当里边，这是球场吗？这是球场吗？这个要改，这是球场吗？第六字波律字当里边，这是。这当里边，这个没错嘛？这是篮球场嘛？第六字波律这当里边，第五字六字波律这当里边，波律这当里边，第五字六字波律这当里边，波律这当里边。这个中文跟藏文顺序没有太大的差别吧？对。只要是什么球的场，它都要有一个，它变成是要是篮球的场地这样。它不能是两个名词加在一起变一个新的名词，它一定要什么的什么这样子。你说的是。不能波罗。波罗字当这边，不能波罗字汤。波罗字当，波罗字当，老字波罗字当。你讲的时候波罗字当直接可以讲波罗字当，但是你写的时候这边讲了的波罗字当这边的波罗字当人，你写的时候要写这个有意，因为你要跟波罗跟这个场地连接的一个关系。所以写的时候一定要是波律字当，或者是老字波律字当，这个属格跟球跟这个场地之间的关系。所以杨副监，你刚刚讲那个第一个那个这是球场吗？要改说这是场地吗？这个意思。那第二个是说本来他有写足球场吗？那你的意思说，你那个足球不要把它讲出来，就是这里是球场吗？这是球场吗？这是球场吗？一个是这是场地吗？一个是这是球场吗？就加那个足球。这个我往后再改，然后再发给你们。好，就是反正你们学造句的时候，先从短句开始嘛。那从短句开始，慢慢拉长一点，就是会讲的时候，OK， 好，你们念嘛。파기 쯔제르베 파기 쯔제르베 파기 룹투기 쯔제르베 파기 룹투기 쯔제르베 파기 큐스 룹투기 쯔제르베句子长的时候，你们就声音又越来越小了。慢一点。那为什么学生的玩具就要用 lotugi
字不能，因为这个后加字是卡，就不能用啊呀，这是属格用法。如果是后加字是卡的话，一定用卡几个 key。这个往后你们学文法的时候就会知道这个用法。好，最长的念我们念叫 pagi kids 录住给这节是呗 pagi kids 录住给这节是呗哦，我念快吗？我念很快吗？啊？不急也快。哦，没有，你们有，如果我念快的话，你们要说，因为我有时候是会忘记，就速度就，哦。忘记我们不会这样子。对，忘记你们不会，忘记你们是外国人，外国你们对我来说你们是外国人，你们来说我是外国人。OK， 那这个地方主要是我们学到了这个，用自介的这个造句嘛。好，下一句。好，这里有4个名词啊。萨嘎达嘎当我给的给，嘎当我给的给，拉卡拉，给拉，给拉，啊，给就没有么给巴嘛？有的时候我们是给巴就是腰啊，给巴，给巴是腰。那拉是有，如果是拉的出拉，就是我们是如果是。有水要挡水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用怎么说呢？防水的时候围绕的会用那个拉出，你们会怎么说？防波堤吗？围起来的这个，所以本身是那个，一个是腰的围起来的，所以这给它这样来的啊。像你们看这个 chura 说你要防止水的时候，就会有阻挡水的时候用一个挡水的，就会很多你们会沙袋啊什么的，对不对？会把它会挡住嘛。这个时候我们会用 chura。好，这个记不起没关系。那我们先用到那个记的词 get up，get up，get up。开始就哭，开始就痛啊痛，苦痛，苦痛，苦痛。拉哈达哈马ham，卡纳鲁口卡口，ham口，ham口。单一加 ham 也是可以了 ，ham 就是鞋子的意思，那加一个 ham 扣也是意思一样，那个 kera 好像有那个后加字撒卡撒啦。有吗？我们课本里面有撒吗？等一下，我们课本里面。课本里面没有用那个后加字，有吗？你们有看到吗？那你们其他的字典里面用了萨卡斯。我想查那个啦是什么意思，结果我查字典它出来是有那个撒的后加字。还是那个老师刚刚讲的。出来。那 get out 的时候，它那个字典里面有下吗？也是有吗？课本，有时候课本有，我们这边也会看到一个字是它也是用的不对，像那个雨伞那个也是前加字错了，怎么说它？好，我们先看这边的，함고，项目。OK， 项目，함고，苦痛，get up，OK，next，
di kirangi kira rebe di kirangi kira rebe kudung pagi kongi rebe kudung pagi kongi rebe hamko ti kowa rebe hamko ti kowa rebe kowa 就是皮瓜有皮有很多帕贝瓜、鹿皮瓜、鸭皮瓜，就羊皮、牛皮，对不对？啊，那瓜就是皮的意思。有啦，有没有 Paki 跟 K 可以放在前面吗？我们之前这个吗？Paki。 Pagi， 那你怎么？如果这个是念 Pagi， 如果加在前面的话 ，Pagi 苦冬。空给日呗，拍给苦冬，空给日呗。那这个是拍给苦冬贴空给日呗，那你就对，我们没有，你要拍给加在放在前面的拍给苦冬，拍给苦冬，你看要停顿，拍给苦冬，空给日呗。比较少会这么说，苦冬拍给空给日呗。这个时候，你要把那个 pagi 上在前面的 pagi 苦冬，框给是呗？那这个时候你要一定要加在这个前面的话 ，pagi 苦冬 ，pagi 苦冬 ，pagi 苦冬，框给是呗？或者说 pagi 苦冬贴，框给是呗？这样顺了 ，pagi 苦冬贴，框给是呗？那我们现在这里呢，没有加这些比较很顺的苦冬帕吉，那个裤子，苦冬帕吉框给是呗？那藏文是这样顺。可是我们前面不是教说那是你的课本吗？不是也是这样？还有个腔嘛，啊？那你空帕吉框给那个苦冬放在这边呢，你要把那个 pagi 苦冬不能直接这个苦冬放在 pagi 后面。pagi 空给苦冬日呗，你要放在这边，那是他的裤子，pagi 空给苦冬日呗，你不能把这个苦冬放在这边 ，pagi 苦冬空给。空给苦冬日呗，这样就顺了。他的裤子吗？这个问题很好，这样就问的话，你们也会理解了这部分的可以放在哪里。这个。再问加强一点，帕基再加一，再加苦冬，帕基苦冬拉长。帕基苦冬可以，帕基苦冬的空给日呗，帕基苦冬或者 pagi 是吧？pagi 我们要这点跟没点差别嘛，对不对 ？pagi 苦冬空给日呗，就是形容词要放后面。OK， 我们这里可以吧？先你们可以声音要抓准，要念准OK，next，lakshub，chirpi，你度，这个你度也错，应该不是嘎，应该是国的是杜卡萨，前加字是嘎，我又改过，这边好像没有改嘛。你度这个是卡，那是你度，这边你度
你度，出自，你度，철비, 럭슈, 철비,你度，出自，OK。Next, 키랑라 럭슈 유배. 키랑라 럭슈 유배. 나라 럭슈 메. 나라 럭슈 메. 니도 예. 파기 체비레. 아, 니도레. 파기 체비레. 니도레. 那个是语一还是三？问的파기 체비레。你度嘞？那我这边没有用还这个字，我们还没学完。养呢？你度嘞？如果有那个还偏要翻的话，파기 체비레。养呢？你度嘞？养呢是还的意思。你们要学的话是以后，这个往后应该会有这个词，养呢？就是散嘛，对不对？对啊，养呢 ？OK， 我们就发音的 next， 要不那个可能，쪽부리啊，对不起，짝부리，口语里面会念的 쪽부리， 有个讲过 쪽부리， 等真正的字就是那个 짝， 没有拿到 짝부리， 这个是在你们有去过西藏的话，就是布达拉宫的对面有个山，那个是药山，那个叫 쪽부리， 폼바리， 一个山名也是西藏拉萨的拉萨河对面有一个山，那个叫폼바리， 폼바리， 유도 삼바， 삼바就是桥，那个유도是也这个里面有啊，那个桥是这个里早期的，现在这个桥是几乎看不到，因为早期西藏政变之前，1959年之前有个在拉萨里面有个桥，那个比较有名的，那个叫유도 삼바。现在那个桥也围起来了，就是一个纪念，变成一个纪念拉萨삼진，삼바是桥嘛，那个千是大，所以大桥。拉萨삼진。OK， 下面还有几个。好，那我们就把这个念完了，就结束。파기 쪽부리 집에 말에 파기 폼바리래 오나 뒤쪽부리 집에 래 뒤쪽부리 래 닐하 我把它念成쪽쪽，其实짝嘛，짝부리，对不起啊，我把那个나루도念成뒤짝부리래我就把正确的念一下，파기 짝부리래 말에 파기 폼바리래 원나 뒤짝부리래 래 뒤짝부리래 딜하사삼진래 라레 OK， 拉马雷，这不是跟是的话，前面加一个拉的话，就比较有礼貌了。
OK next di karere di lakshore pagi karere pagi chuzure di chadu rebe larre OK 车渡跟你渡是一个是雨伞嘛，一个是阳伞，你渡是阳伞。下面有吗？好，那这是今天的课，这个反正已经有影片网络，你们没有记住的话，也可以继续听啊。那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就不用教新课了，你们觉得很多嘛？我们再重新复习一次，吗？下个礼拜我们前面这个学期教过的部分呢，我们重新复习一次，看看你们有没有忘记，还是有没有记住？一定会有忘记嘛？那语言是这样，那多复习。老师，你对待怎么节用？什么叫难过？啊？新年快乐！哦。新年快乐！